今天我们在户外用这款30瓦光纤的给大姨雕刻一块石头。大姨呢喜欢招财进宝的这个图案，现在我们给它雕刻。这块鹅卵石呢就大姨随手捡的，不过形状非常不错，雕刻这样羊雕的小石头是非常漂亮的。这是第一遍的一个效果。石头呢雕刻遍数越多，深度越深。这款呢不仅雕刻石头，雕刻金属、塑料、陶瓷、皮革都是可以的。做一些创业摆摊、私人定制、线上都没问题。轮廓呢也是非常明显，我们看一下雕刻完成的深度呢，大约是1.5毫米左右。大姨非常高兴。意思给前面了是吧？前张就前哪去了？前那个。这章丘那边是。我去了一对对对。新的，地方大是大了，弄的是挺好，但是那人气就不行了。是。不跟这边柳子似的啊！你说直接去那边，而且你去动物园以后，周边一些农家乐啊玩玩什么的，当初那么